晏晝聽日，我嘅故鄉喺苗栗銅鑼。我係黃定祥，苗栗人。佢係從頭聽阿公講，有識無識，高度年出識；有做無做，料到正業辦過。在夜班以前，在機房上，大家鬧鬧熱熱，大家嚟教一下安尼吼。提拜地結紅洋流，係捱脱高二嘅時節。拄到自炮跌過來，上下會嚇到。以前練跌自炮嘅吼，跌到個洋流嘅嗰條車龍主龍頭嘅個師傅嘅腳下，看佢學到烏順樣嘅，一樣閃也個自炮嘅吼。睇家講，冇閃就唔會驚。我想也咪係我祖先面對困難成敗嘅態度啦。